暗暝的深夜，露水装心肝，游浪他乡的光景。当初为着理想打拼的心情，如今拢变成就后土背厝，吞袂落的心声。一针一线，穿在身躯的破碎衫，若想起阿母的形影，温暖的煮饭声，目屎就流袂煞。金针花头咧咧，点点开等风吹。心内培藏心底，行袂出无人回。金针花深起香味，在风中飞。阿母啊，我在想你，你敢有想我？我觉得像唱这样的歌啊，因为你之前唱的歌就是很容易就是放出来，就是很厉害。可是今天这个歌呢，要求的是非常细腻的感情。哦，因为你去听江蕙的原唱，她其实唱的非常非常细腻，她没有很大的东西。那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在这些很细腻的地方呢，就发现你不够细腻。那个金针花真的是很漂亮，所以今天这首歌，我觉得，你唱得很开阔，然后也很放，所以有把那个山上的那个美景都呈现出来。好，那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。但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，它不是只有描述金针花，它不是只有讲风景，它还有讲到一些心里面的东西，比较遗憾、比较内心戏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比较没有听到这方面的口气的东西，因为你都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放的演唱方式。那我觉得可能刚柔并济啊，有一些歌词上让你可以表现不同口气的地方，可能要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做一些不同的变化。